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带大家真正的中国。今天是2024年12月6号，这一期咱们继续闲聊缺钱，各行各业都缺钱，政府更缺钱。咱们先从一则新闻聊起，这个叫风文社区刊登一篇报道，说常德一单位登报通知5人返岗上班，也就是说单位登报喊这人回来上班，通知你来上班，你说这叫什么事？12月3日，有网友在社交平台发文称，在报纸上看到一则通知5人限期返岗上班。记者查询发现，在12月3日发行的常德日报第3版上，一则通知称，请汪某某、刘某某、陈某某、张某、童某某5人在2025年1月3日前返岗上班，逾期将依据相关政策法规处理。落款为汉寿县西湖苑水利会。12月5日，汉寿县西湖苑水利会一工作人员称，情况属实，前几年鼓励大家出去创业，但如今政策要求必须回来上班。其称，若逾期未归，也不会直接开除，还是会走流程处理。大家看这个视频因为我们前期2个单位上的鼓励上外企创业嘛，他们就自己外企创业，但是现在这个单位工作人员不能够外地兼职了嘛，所以就要求他们回来上班。不通知了，因为他的人力原因嘛，家庭原因或者工作原因。这个稀奇吗？这个炸裂吗？企业登报喊你回来上班，这样的事情屡见不鲜，而且越来越多。前不久我记得吉林森工也是家国企，也是登报，对吧？通知多少人回来上班。现在是汉寿县西湖苑水利会，这一看还是个事业单位，居然登报让人回来上班，这个不说大家也清楚了也就是说以前在国企在事业单位吃空饷的人太多这叫蟑螂定律，这就说明这是个普遍现象，到处都有吃空饷。那为什么现在吃不成了呢？喊他们回来上班呢？这个我在以前节目也说过了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没钱了，资源有限了。以前资源充沛，所以说大家都能照顾到，不管你的备台背景后台大还是小，都能照顾到。毕竟都是7大姑8大姨，抬头不见低头见。但是现在当资源短缺的时候，钱不够了的时候，那你那个后台小的，背景不够深的，对吧？你就2个选择，要么回来上班，要么辞职，吃不了空饷了，你钱不够就这么简单简单粗暴。没有通知回来上班的呢，说明他背景很深，后台很大，不代表没有吃空饷的了吃空饷还有，这就说明地方政府缺钱，国企缺钱，养不起了，上面也不拨款，拨款也不能及时到位，所以内卷加剧，这些后台小的，背景不够深的，那就先被卷下去。这条船上呢10个人，但是他现在只能载7个人，那怎么办呢？得下去3个，就这么简单。为什么在常德日报上登的居然搞到热搜上去了呢？谁还看常德日报呢？大家琢磨琢磨你说谁看常德日报？这事能捅到网上，还是分赃不均呢？叫不患寡而患不均，一定是他们内部人，对吧？你让我下船，那大家一起下船吧，对吧？那船上还有几个人，为什么不下来？为什么我下呢？我好欺负是吗？我这后台倒了是吗？所以他就鱼死网破，把这个捅到网上，引起关注，这都反映出经济出问题了。最近网上有几个券商的专家讲了几句实话，而且是很隐晦的，不敢直接挑明，对吧？一个是这个应该安信证券吧，我这记不太清楚就是高尚文他说这个统计局的数字似乎互相背离了，就是你自己公布的数字有点背离。现在整个经济是周期性的系统性的问题，不是升级换代转型升级中的问题，就不是成长的烦恼这个已经被禁言了，得到了他应有的下场。还有一个是东北证券的付鹏，付鹏说了啥呢？就是存量财富怎么再分配，对吧？这个未来经济形势不乐观，也就讲了这样的话，也是封杀禁言，把会叫的公鸡给他杀了，天哪就不会亮，就是这个逻辑我们需要的是谁呢？对吧？我们需要的是维维老师这样的畅想中国经济光明论，对吧？咱们遥遥领先于美西方，清场式领先，对吧？我们需要维维老师还有卢教授这样的，对吧？这个美帝马上要崩溃，美元也要崩溃，他们是最后的疯狂。你看维维老师说了美国的贫困人口占比远远超过大国，不光是贫困人口超过大国美国的中产过得很惨，麦当劳都吃不起，吃麦当劳还得考虑考虑。反正这个张维为说的
啊，跟那个统计局的数字一样，总是跟大家的这个体感呢，反正有那么差距。大家都知道啊，政府缺钱怎么办呢？我在很久以前节目就说了，我记得恒大一爆雷我就说过啊，当公务员发不出工资的时候，那就是大家都要买单的时候，这个是没有办法的事，不要有侥幸心理。你想对吧？为人民服务的他都拿不到钱，你作为主人，你能欠这个为人民服务的这个服务人员工资吗？哎，你这么一想，一下就捋顺了。农民工的工资不能欠，对吧？服务人员的工资也不能欠。所以当这个公务员欠薪的时候，那就是大家要买单的时候。怎么买呢？对吧？税收这些明的啊，那肯定是要加大征收力度，要倒查，还有一些罚款整治。所以说咱们这个叫非税收入，那叫飙升呢，涨得非常快，这都是买单呢。然后呢，对吧？那个你骑自行车逆行，人行横道上逆行，没戴头盔，这都得罚款，以罚代教，以罚代管。当然了，你不能说这不能罚啊，这也确实该罚。问题是他以前都不罚，他现在要罚，就是缺钱嘛。这两天闹得沸沸扬扬的汽车年检，什么 OBD 检测，如果你从正向的看啊，非常有必要，对吧？ OBD 检测它也是跟环保相关，这个应该前几年就上线了。但是啊，我们一直说啊，很多事情很多措施，它初衷都是好的，最后啊难免是一地鸡毛，变相的变成一个敛财的工具。不管你的初衷是什么，你是为了环保还是为了机动车行驶安全，最终啊环保也没解决，机动车还是一样。但是既得利益者，对吧？这些权贵他们是吃的盆满钵满，这就叫折腾，这就叫送了给他们一个敛财的工具。现在经济形势不好，环保这一块按道理要给民生让路，对，先解决民生，对吧？再谈环保。我讲这个应该没有什么争议吧？你饿着肚子谈环保有什么意义呢？韭菜都不想活了，你跟他说蓝天白云，意义在哪里呢？对吧？你现在如果还紧抓环保，不考虑民生，对吧？这种政策叫过头，对吧？你搞 ABD 检测啊，这个 OBD 检测无非就是让车主又多掏一笔钱，所以你归根结底啊，你穿透下去还是政府缺钱，一缺钱他就想方设法的通过各种渠道各种途径去搞钱，最终买单的就是韭菜。本身你这个车辆检测大家都在呼吁有没有必要，是不是应该取缔，结果好嘛，它越来越严，哎，这就叫反其道而行之，不服不行，对吧？这个 OBD 检测3次不过，就要强制报废。以前是机动车是行驶60万公里报废，想改就改，对吧？这些谁同意的？经过什么手续了没有？机动车不管怎么说那是韭菜的财产，对吧？你说报废就报废了，你随便改个标准就报废，那也是财产损失啊。这个就是杀鸡取暖。有人说啊，这是强制大家去换新能源汽车或者是换新车，问题好多新车它也检不过去啊。不要以为你的车买了1年肯定能过，未必啊。这个对新能源汽车它也有检测，一样的要交钱，而且这个也是杀鸡取暖的。你越这么弄，大家以后越不敢买车，买车就买了个套啊，不仅要交养老费，对吧？用了高昂的这个油价，完了年检这儿还得被讹一刀，这哪是开车啊，对吧？这不就买了个套吗？这个势必会导致这个汽车销量下降。实际上啊，这就是杀鸡取暖，影响整个汽车行业。这个咱们昨天说了啊，这新能源汽车啊，2025年、2026年恐怕迎来暴雷年了。你这个 OBD 一推广，差不多这个很有可能成为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现在应该是放水养鱼啊，偏偏搞成杀鸡取暖，环境没有改善，车主多掏一笔钱，就这么简单。那样卡，无非就是让你交钱能过，对吧？交钱你就合格了，不交钱你合格不了。所以越来越多的这些专家、经济学家，对吧，都指出啊，你现在这个刺激方案，这个化债方案，你解决不了问题，你最终是搞得那些有钱人更有钱，韭菜更穷。为什么啊？你看最近啊，叫中信保诚人寿胡润百富2024中国高净值人群家族教育报告发布。这个报告显示啊，2024年中国包括内地和香港、澳门、台湾15年来第2次出现高净值家庭数量下降，第一次是发生在2019年。胡润研究院的研究结果显示，中国拥有600万元家庭净资产的富裕家庭数量514万户，比上年减少4.1万户，减少0.8%。拥有1000万元家庭净资产的高净值家庭数量为208万户，比上年减少2.7万户，减少1.3%。拥有1亿元净资产的超高净值家庭数量13.3万户，比上年减少5200户，减少3.8%。拥有3000万美元净资产的国际超高净值家庭数量是8.8万户，比上年减少4100户，减少4.5%。这个家庭净资产啊，指的是家庭所拥有的能以货
币计量的财产、债权和其他权利的总和减除家庭总负债。净资产就是比如说啊，你在上海买了一套房，房子是800万，对吧？你贷款了500万，那你这套房子你净资产就是300万。如果你还有股票50万，对吧？还有一辆车子，那你车子值20万，股票50万，那你就是370万净资产，就是把你的所有的资产算成人民币，然后把你的负债减掉，那就是净资产。你在上海有套房，完了这个你没有贷款，没有负债，那你就是叫富裕家庭，你那套房恐怕就是500万以上、600万以上。这个胡润研究院指出啊，高净值家庭数量下降的同时，总财富也比上一年下降了3.6%。这个胡润24中国高净值人群家族教育报告还公布了啊，说高净值人群估算的子女教育总投入约460万元，高等教育阶段平均每年学费支出超过20万元，这是有钱人啊对子女的教育总投入460万。实际上呢，所谓的600万净资产的富裕家庭并不富裕。刚才说了，你这个514万户600万元以上的净资产的这个家庭啊，那在北京、上海、深圳，对吧？这一线城市，你只要有一套房，按揭还完了，那你就是富裕家庭，因为你的房子就值这么多钱。但是他真的富裕吗？根本就不富裕，他的财产被房子焊死了，他手头并没有什么钱。如果他失业了，那他甚至过得紧巴巴的，怎么叫富裕家庭呢？他没有现金流。实际上啊，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甚至杭州啊这些地方，很多这样的家庭，哎，这还算不错的，因为他按揭贷款还完了，他已经很可以了，他没有负债，剩下的就是吃饭问题。那还有大部分都是负债的，那这人更惨。你说他能叫富裕吗？他连按揭还没还完，他一旦失业，那房子可能要被银行拍卖，他马上就变成负资产。所以你看啊，胡润虽然统计的是你看600万净资产以上的家庭514万户，但仍然消费不畅的原因，这些人表面上看是富裕家庭，实际上缺钱。那些伪中产，也就是说他房子按揭贷款还没还完的，那随时也可能返贫，他一旦失业就返贫。现在很多这个小老板的小公司，这些创业的本来还在苦苦支撑，但是到年底了啊，经过深思熟虑啊，还是决定注销公司啊。为什么呢？因为它的费用越来越高，本来还能勉强坚持，现在一看前途无望，完了这个各种税、各种这个社保还要上调，你干脆关门算了。你比如上海啊，说年底很多老板都在注销公司，为什么呢？就因为上海社保最低基数已经涨到了7300，这个很多小公司啊很难负担，他负担不起。一般的这些小企业，他通行的做法都是按最低的去交，比如说啊，工资是8000，但实际上呢，他是按什么最低标准3500去交社保、医保这些东西。那现在好了，你这个3500直接提高到7300，也就是说你企业给这个员工不管发多少钱，你最低的按7300去交，企业每月额外支出多少？这是一笔不小的费用。一个小公司来说，这就是费用。一个小公司一年的利润有多少啊？很多都不赚钱，结果还要多掏这么多钱，他干脆关门算了。近期失业率攀升跟这个就有关系。每个地方还算法不一样啊，就每个公司也不太一样。我们只是大致的估算一下，就是一切都是按正常程序，按正常的去交的话，你发到手的工资如果是7000，发到你卡上，那么企业为你掏的钱啊，应该在13000左右，最少是12000，但是你只拿到的7000，这中间这些有税、有社保，对吧？有各种基金，还有什么残障基金，非常多啊，教育基金、教育附加一堆。总之你要算下来，企业为一个人要掏12000或者13000，但是这个人拿到手只能拿到7000，有可能7000都拿不到，也就是企业的负担越来越重。但是职工呢，好处也没有什么增加。那谁增加了呢？就是现在退休的，为了保障现在退休的人工资、退休金能发，对吧？就是胡一进老师这样的，因为这个社保它是现收现付啊，收现在人的钱给现在退休的人呢，应该叫现收现付嘛。那你从现在年轻人收的钱就给现在胡一进这样的人在发，要不怎么叫朝气蓬勃的老年人，对吧？死气沉沉的青年人，生无可恋的中年人呢，就这么来的。失业的越多，消费就更不畅，对吧？买房买车的就少，买房买车一少，这经济更不景气，企业更要倒闭，这就是个负反馈啊，这就是恶性循环。怎么办呢？办法很多啊，对吧？这个专家都说了，你只要说到一点边儿的，就给你禁言了。反过来说啊，被禁言的专家就说明他是说到了这个本质的一部分，接近真相，你只能这么说。外来的和尚会念经，我们看看外来的专家怎么说的。这是南方都市报报道的啊，2024年12月4号说，诺奖得主谈中国经济对策，提高劳动力收入占比，加强社会保障。12月3日下午，在2024年读懂中国国际会议广州
会议地址啊上，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分享了他对全球经济形势的研判，对中国经济目前面临的挑战提出对策和建议。在这里我要重申一下啊，这个魏老师说了，不要迷信这些诺奖获得者，尤其是经济学奖还有文学奖的，他们水平很差，不思进取，比魏老师差远了啊！这是魏老师自己说的啊，所以咱们也不要迷信这个什么诺奖获得者，也有可能是一派胡言呢。我们看看这个叫约瑟夫·斯蒂格利茨的这个一派胡言啊，他说啊，全球基于规则的制度已经受到了挑战，各个国家设立关税、美联储降息等行为抑制了全球经济的增长，世界经济将迎来一段非常艰难的时期。这就是我们说的啊，特朗普风暴，对吧？这个特朗普这个大棒挥起来，到底是什么样一个局面？总之要做好准备啊。他说啊，中国快速从农业社会转向制造业、出口型的社会，刚取得这个成功，如今又进入了下一个阶段，即数字化服务驱动的创新型经济和知识经济，绿色化转型、数字化转型和人口结构转型都在发生。约瑟夫·斯蒂格利茨表示，在此阶段，中国要同时关注需求侧和供给侧，进行经济结构改革。这个诺贝尔经济学奖确实啊不思进取，知识结构非常陈旧。因为我们的人民日报刚发表社论呢，该改的改，不该改的坚决不改。所以这个啊约瑟夫啊斯蒂格利茨恐怕也不看人民日报，天天也不学习啊，不能与时俱进。这个约瑟夫啊斯蒂格利茨指出，处于转变期的中国经济有两个不同寻常的地方，一方面是劳动力收入占比和消费占比低，另一方面是中国储蓄率仍然非常高，部分原因是社会保障程度比较低，尤其是基本公共产品，比如说教育和卫生方面。因此，中国有必要提高劳动力收入占比，加强社会保障，增加教育医疗等方面的支出，这些从短期来讲都会增加总需求，并且推动经济长期走强。约瑟夫·斯蒂格利茨表示啊，这个目光相当短浅啊，按照维欧老师说法，你这个就是本末倒置啊，你怎么能把大头的钱往小头花呢？钱好不容易集中到大头手上，对吧？你得加大投入啊，搞大基建呢，大工程呢，搞遥遥领先呢，你给这韭菜发下去有什么作用呢？不是糟蹋钱吗？这个约瑟夫·斯蒂格利茨他又说了啊，那大量的资金如何来呢？这个我想起了马官员说的啊，要发50万亿，对吧？大家就疑问呢，50万亿从哪儿来呢？你倒是印出来还是变出来呢？你看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也说了，对吧？你搞民生啊，你这大量的资金从哪儿来？他说了啊，这个你看美帝啊，这是反动学者，他竟不出好主意啊。他说啊，可以通过减少基础设施投资和增加政府税收收入获得。是房地产税、资本利得税、金融交易税等均可以为政府增加税收，税收上升，支出上升，从而使整个经济社会产出提高。这是经济学上一个基本原则。斯蒂格利茨表示啊，就他的意思就是不要搞大基建，不要搞那个大的工程，基础设施投资啊该停了，减少嘛。你要不搞这个大基建，不搞基础设施，你怎么能体现出sinh产是遥遥领先呢？怎么能体现出厉害了我的国呢？所以这美帝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确实啊，这个知识跟不上，怪不得维欧老师看不上他们。说大家都在强调开放，开放的确非常重要，开放不仅仅是市场开放，更是思想的开放。那思想怎么能开放呢？这个人民日报已经说过了，就该改的改，不该改的坚决不改。这个思想的开放恐怕就是坚决不改的。这个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最后强调，经济发展面临巨大变革，各国经济体根据变革进行调整适应，才能获得成功。这是南都记者夏嘉文啊采访报道。这个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得主啊，斯蒂格利茨的机票、酒店也没有报销，对吧？说的不好，机票、酒店都不给他报销。提高劳动力收入占比，加强社会保障，这一条维欧老师是坚决不能答应的。关于这一条啊，我们看看这个李道奎老师啊，他在越南的街头啊发表了一番感慨，大家看视频啊。叫做民富国穷，老百姓富怎么一个表现呢？我告诉大家，刚刚我说的打工妹3500一个月人民币啊，在工厂里工资相当于司局级的干部的工资，大学毕业生在工厂打工5000到6000人民币一个月，相当于正部级的工资，中高层经理的工资相当于正国级的工资。再有一个方式是什么呢？政府比较穷，我去了工业园区，我就问他了，我说你们工业园区政府怎么收税？是不是从土地拆迁收税？他说绝不是，他说基本上不怎么收税，就是搞就业。他们最极端的政策是叫4免5减，原则上讲你这个企业可以10几年不交税。那我说了，你这么搞的话，你政府拿来税收啊？
他说他政府就是搞就业，就是把当地的老百姓的就业搞好了，他这政府就可以从各种渠道，从消费其他地方征收税收了。所以基础设施还是非常落后的，城市建设水平相当于我们一个比较落后的地级市，这是他的这个老百姓的这个富和政府相对比较穷的一个对比。房价刚刚到2万人民币1平米，是今年涨了30%的结果。但是这些问题都不对，都问错了，因为它的发展模式跟咱们完全不一样。第一点呢，它的是老百姓快乐松弛的和非常优雅的生活，跟咱们的完全不一样。早晨7点半，马路上都有很多人在路边上喝咖啡，然后晚上酒吧里面很多人。我问他们，他说当地很多的政府官员、政府工作人员上班，比如8点钟上班，一看什么事儿做完了，10点钟就约朋友们出来喝咖啡了。我说那你会不会被举报？他说他们无所谓，只要把事儿干完了就没事儿。老百姓非常的松弛，就是到工厂打工非常的流行，但是一般离家也就是20公里，不会到另一个城市打工。越南老百姓不焦虑房价，刚刚我说每平米2万人民币，这是河内最高的房子，但是一点不焦虑。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越南老百姓有钱就花，不攒钱，一个月工资现在大概在3000到3500或者3600这个水平。那么我说你们不存钱怎么买房子呢？不用着急，越南的最新的土地法是每一位老百姓、每一位国民都可以买宅基地，不管你是农村的还是城里的，包括侨民。买回来之后你可以花钱建房子，你建得跟白宫一样，都没人管你。就好像我在北京在郊区买一块地盖一个房子，这在国内真就不允许的，这是属于小产权房，这是违法的。但是在越南是完全可以的，所有人都可以这么干，所以他们不着急不焦虑。另外呢，他们看病，当然这个医疗水平没有咱们国内那么高，但是呢医疗保险的普及率非常高。另外它是优雅的生活，有法国的传统，你在马路上看男人女人，尤其是女孩子都是穿得很漂亮很优雅的。另外呢，他们跟我讲说这个男孩子追女生最好的办法呢是送鲜花，是买蛋糕，而不是说买一个好摩托车，买一个宝马。另外他们喜欢咖啡，喜欢法国面包，叫法棍。我感觉这个李稻葵是不是也像傅鹏或者是高尚文，也在委婉的表达什么东西？越南的基建，对吧？越南地方政府税收，越南居然民富国家不富，这个到底想表达什么意思呢？这都不符合魏巍老师的基调。你看看你给老百姓钱一发多，这些老百姓一天到晚的就喝咖啡，无所事事，散漫，没有进取之心，你怎么崛起啊？对吧？还没有富起来你就喝上咖啡了，你这行吗？所以我觉得这个李稻葵老师还是要悬崖勒马，对吧？如果这么搞下去，迟早跟傅鹏、高尚文一样要禁言了不要以为你那点小心思大家看不懂，我们还是要加强大头，对吧？你只有加强了大头，7大姑8大姨才好安排才可以吃空饷对吧？回到咱们视频刚开始的地方，你看现在没钱了，搞得7大姑8大姨都关照不了了，空饷也吃不成了，那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呢？这江山为谁打的呢？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